前往左边西宁龙武宫天恩堂。今天端午，今天不是举办那个端午节的救济活动今天不是端午节，今天5月18号，提前在端午节之前，举办救济活动有那个发放现金还有救济的物资有人从下营骑机车夫妻相载来到西宁的，你看这个公园路南新国中的西边，公园的旁边我看到左边有那红色屋顶、红色墙、红色墙壁的有没有？有龙武宫天恩堂还这边领那个救济金救济物资然后谢5000岁东晋的名相谢安那谢5000岁的圣诞农历5月2号前一天5月1号还有举办救济发放现金帮助儿少特殊家庭、特境家庭、环境特清寒的家庭发放现金每人1000元，帮助308位